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，今天係2025年最後的一天啦。咦，月亮已經升上嚟啦喎！而家係下晝3:55啫喎。我祝大家2026年新的一年，新的希望，最緊要身體健康，快快樂樂過每一天。今年最後一個晚餐就係清湯意片雞胸肉湯米。